路加福音第1章13至14節，天使對他說：撒迦利亞，不要害怕，因為你的祈禱已經被聽見了。你的妻子以利沙伯要給你生一個兒子，你要給他起名叫約翰。你必歡喜快樂，有許多人因他出世也必喜樂。好多人都會有一個疑問，就係我嘅出生對人對呢個世界其實有冇意義嘅呢？其實事實係喺上帝嘅眼中，冇一個人嘅出生係冇意義嘅，亦都冇任何一個人係冇價值嘅。既然係咁，我哋應當歡喜快樂。但係點解仲會對自己有冇價值會有所懷疑呢？原因就係自我價值並非同上帝點樣睇我哋有關，而係我哋點樣看待自己。咁人哋覺得自己有價值嗎？你又願意相信上帝覺得我哋無論點樣都有價值嗎？我哋又點樣可以感受同埋認知到自己嘅價值呢？希望你哋都快樂，祝福你哋，我哋下一集再見。